常关会活动的日期是2019年10月11日上午9点至下午4点完满。指导单位北港朝天局主办单位北港马祖文化推广工作队一行动椅饼、阿芳油饭面线糊、油车铺盘油手，社团法人台南关怀协会。唯一一次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所举办的爱心捐血活动，将在10月11号在庙后的行政大楼举办。这次赠品非常踊跃，希望民众可以一起来响应捐血，再救人一命。我们工作队从100年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，前后所募集的血量已经达到12261担而且参加的发心菩萨也越来越多，赞助的商品越来越丰富，希望大家能踊跃来捐血。是10个爱心所组成的妈祖的英文字，让国外的人拿到，他不知道中文的，他们一看了就知道这个是妈祖的字，所以它的特别有意义就是妈祖铁饭碗，它的意义就是代代相传。A 型跟 O 型的库存就是稍有不足，大概在4天左右这样子所以也是希望说，今天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非常的用心，准备非常多的那个礼物要回馈捐血的民众，一起来捐血赚。